今仔日季牧师要宣讲的题目是花仔的比喻。谢谢平安。得到林牧师的安排，真欢喜，今仔日会通甲大家相共来敬拜上帝。咱逐日一礼拜久，到伫礼拜日，咱来敬拜上帝，就是大家咱掠即个时间是上帝的时间，咱来调见上帝，来甲上帝相见面吼，所以这是真重要吼，也是咱的信仰生活上的安排吼。咱林牧师安排休困吼，所以咱教会也真好款待牧者，互牧者有休困休假的机会。这也是真好，也是真需要吼。着牧师甲长子兄弟大家相甲同心相敬重相关心，安尼教会才会得到兴旺。我有看到咱教会旧年的圣诞节的圣诞的演唱，圣歌节的演唱吼，有抛去 YouTube 吼，唱了真好吼，有 piano， 阁有切哦，花雕乐伴奏，所以大家唱了真好，真好的事奉。即马网络的时代，一抛去 YouTube 吼，是 Facebook， 全世界拢看会到，所以即马福音要通到普天的，就加真容易啊。最近台湾花莲地动损失灾害，有47个人受伤，282个所以咱大家也关心，望大家也继续祈祷，上帝怜悯，遮个灾民会通紧紧得到恢复。我问林牧师讲，我毋知要讲啥物方面较好安尼。林牧师讲伊有计划伫要讲即个耶稣的譬喻所以我想今仔日先甲大家来思想耶稣所讲即个皮的譬喻，皮耶稣讲，天国亲像有人将好的种子，就是皮也伫田的。暗时困的时阵，有敌人来将皮仔压伫麦仔中间，皮仔甲麦仔做伙长大。即个萝卜甲主人讲，是毋是要将遮个皮仔甲烤起来？主人讲免请，等做伙大长以后，才来甲烤起来，无咧，你即马细层烤会去伤着麦仔，安尼，所以到收割的时才做伙来收割。36节的时，耶稣的学生就问耶稣讲：这田的皮仔，这个譬喻是啥物意思？耶稣就甲伊讲：好种子的是人子，这个园就是世间，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囝，皮仔就是歹个的囝。皮仔敌人就是魔鬼，收割的时是世界的落尾，收割的就是天煞。来搁讲，囝若互人着逐个做不法的遮个特别迄伫火炉伫遐要有铁扣交个切起，迄时义人发出光，亲像日，伫因白的国。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对象是犹太人，所以用天国，因为犹太人袂使咧
凊彩称呼上帝的名，所以伊就讲天国，若是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伊就讲上帝国，是讲上帝国，所以伫遮耶稣讲天国的譬喻，就是上帝国的譬喻，上帝国就是亲像安尼，就是亲像即个皮仔的譬喻，是亲像真侪譬喻，以后咱有机会听。所以即个皮仔的譬喻咧，我甲咱来想三项。第一项就是撒旦的工作，上帝，咱若看创世纪第1章啊，上帝创造世间万物，每一项创造了，上帝看伊是好，逐日创造了，6日上帝看伊是好，总是上帝创造人了后呢，上帝讲看真好，安尼看真好，所以本来有人的所在，上帝创造有人的所在，才是真好。若无人的所在是无够好的。总是今仔日倒饼的，有人的所在，伫遐就有问题。所以，因为撒旦魔鬼的破坏，罪就进入世界，人就伫遐堕落，所以撒旦呢，伊是堕落的天使，伊就是专门咧做即个破坏上帝的工作。耶稣讲，即个田，即个园呢，就是世界。上帝伫即个世界也好的种子，总是撒旦呢，嘛爱拍拼也即个歹的种子。所以耶稣要出来传道以前呢，伫马太第4章伫遐有记载，耶稣受圣神引带到伫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有赢过试探了后，伊才开始出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咧侍奉教会的人，赢过魔鬼的试探，安尼才会通做好上帝所交托的工作、使命，来得到上帝的欢喜祝福。所以伫即个雅各书第1章伫遐几12、10起伫遐有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因为伊经过试验了后，要得到活命的免流。这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的。拄着试的人，毋通讲我是互上帝所试，因为上帝无互歹所试，伊家己也无试人。独逐人拄着试，拢是互家己私欲所迷所着，所着就是讲受牵引、受诱惑啦。所以试探甲试炼是无相像。耶稣受试探，是对魔鬼来，当然这是圣神引带去互魔鬼试探。上帝是无试探人，因为上帝是试炼人、试验人，伊毋是试探人。上帝试炼临到约伯，这是咧甲伊考验约伯的信心嘛。因为魔鬼甲上帝讲，约伯遐好，因为你对伊遐尼稳定啦，所以就是即个理由上帝允准魔鬼来试炼临到约伯安尼。所以经过试炼了后，即个约伯讲，我以前耳孔听见你，但今仔日我亲目看见你。经过试炼了后，迄个信心体验甲上帝搁较亲近。所以上帝互人才会经历试验信仰的操练。经过上帝试验的人呢，信仰就达到即个，人讲炉火纯青啦，就是讲即个火炉
经过火来炼，会当互即个黄金达到真纯，安尼会通成做上帝真重用的器具吼。咱唱圣诗有一首吼，经过试炼经过，亲像黄金落火炉。所以这黄金要达到纯金，拢是着爱安尼经过火来伫遐烧炼，才成过，才会当成做，或者杂质会当落去，会当成做纯金哦。逐个人买金拢问要999.9的，吼，安尼信仰就是安尼，就是经过锻炼，还佫会当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安尼吼，即款的信心就是顺传的信心。传福音做上帝工，伫教会咧侍奉、宣教的事工，是咱个人属灵的追求，这拢是属灵的精进。常常会拄着困难，拄着阻挡，拄着破坏。有时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性。有时是魔鬼的搅扰、破坏，因为上帝咧做工，魔鬼嘛咧做工，所以着爱谨慎警醒，倚靠上帝来赢过遮个。咱的心就是一块水的土地，咧追求信仰、属灵、丰盛的活命。教会就是一块水的土地。受主救赎的人，咱三甲做伙自执的团契，上帝伫咱的心田，也好的种子，伫即个成长的过程呢，都爱防备敌人，防备即个歹来压即个皮压伫咱的心田，压伫教会的好的土地。所以即个叶皮伊用暗时来做工，暗时就是逐个拢咧轻松休困、无警觉，困真安稳、无防备的时阵安尼，这就是撒旦上容易下手的时阵。世间有真侪苦难，有真侪灾难。有试炼，有忧郁，有病痛，有忧伤，有不幸，除了天灾，天灾无论风台、大水、地震过去安尼有真侪所在拢发生真严重最近安尼花莲拄着地震，是自然灾害，这天灾以外，佫有人祸。人祸呢，战争政治的迫害、恐怖的攻击，是内战造成难民。听讲伫即个恐怖主义伫迄个欧洲伫逐所在咧，安尼恐怖的即款暴行造成差不多1000万的难民。有真侪国家还佫专制独裁，人民受苦受难，是讲车祸意外，真侪事件，耶稣讲，伫世间恁有苦难，总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世间。有真侪苦难，咱毋知影上帝的旨意，总是只有顺服，只有倚靠主。会得到伊的恩赐。约翰第9章第1节底遐有记载一个出世就青命，学生问耶稣讲：，即个人出世就青命，到底是伊犯罪，还是伊的爸母犯罪呢？耶稣讲：，毋是即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爸母犯罪，是要伫伊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所以有时基督徒拄着苦难，毋是因为家己的缘故，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
耶稣伫登山宝训吼，也有讲着，为着伊受苦的人有福气，吼，因为天国是因的。我常常有咧想讲，这高牧师坐家吼，这是一个为伊受苦啦，吼，因为教会都安尼，伊做总干事，吼，都逐项真好势，无代无志，去坐家。高牧师常常讲，伊坐家偌久呢？讲真福气，就是即两三四倒饼，吼，4年3个月，搁21天。即摆我转去台湾吼，有哪有去台南看高牧师，嘿，当然伊有较随俗啊，吼，总是咱真敬佩伊吼，为着台湾所做的吼。高牧师是伫即个美丽岛事件了后吼，受了吼，坐监。其实迄个时阵是讲叫做安尼，伊来唱即个人犯的缘故咧吼。其实毋是啊，其实是因为咱的教会伫1978年发表人权宣言，吼，促请政府把台湾整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对安尼开始呢，教会就受真侪的注意、监视，是困着，吼，所以定定要找有啥物机会会通来将即个总干事甲伊掠起来吼，安尼教会看会较无代志无。结果高牧师受掠，逐个人苦难中用祈祷求上帝来引带呢，吼，所以咱知影，即个咱台湾长老会伫台湾，因为即个人权宣言来影响整个的台湾的社会，吼，有一个目标，大家往即个来努力。所以咱若回头看过去，咱所做，咱搁看今仔日台湾有即款的民主化，咱就知影上帝通过教会伫台湾成就大个事，迄个时阵教会就是讲用即个信仰，就是讲伫苦难中用祈祷，大家同心协力用祈祷，吼，三角分担苦难，安尼会通三角分享荣耀，吼。所以，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89节讲：着警醒，着谨慎警醒，因为恁会对敌魔鬼，亲像好狮遍地游行，找通吞食的人。恁着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伊，因为知恁伫世间的众兄弟也是经历即款苦难。马太6章41节，耶稣甲咱讲：着警醒祈祷，免一日白黑，因为恁心神甘愿肉体软正，所以这是头一项咱想着讲，撒旦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即个主人甲罗伯讲的，讲暂时莫将皮扣起来，暂时莫将皮扣起来。主人所养马伫马园，拢是好的种子啊。为什么经过1章了后，煞有即个皮即个仆人看见，就甲主人讲，是毋是要将即个皮甲扣起来呢？主人讲，万请是啊，暂时毋通扣起来，因为你若扣即个皮会影响着即个马因为还佫细丛一定会伤着，是连马都扣起来，所以
爱等候到收割的时阵，吼、即、个皮啊成熟以前啊，吼，伫咧长大过程啊，甲即个皮啊，甲即个麦啊是真共款。若毋是农夫呢，是看袂出来。啊，所以即个萝卜，伊是咧做事的，所以伊有内行，伊才看会出来，啊去报告主人。哦，啊，即个皮啊，甲麦啊，真共款。啊，咱台湾拢布田嘛，吼，所以即个皮啊，甲稻啊，嘛是真共款，嘛是真共款，吼。啊，伫细汉个时，啊，拢足共款的，真恶人啊，吼。啊，我是读农校的，吼，啊，所以我读农校时阵啊，有一摆有一个课程叫做农场实习，哦，啊，校长就带阮去即个田的，吼，要抠皮啊，安尼，即农校有诚侪土地，啊，土地拢布田啊，布田，啊，着要去抠皮啊，啊，有诶同学吼，因厝呢做生理啦，啊是毋是做实诶啦，吼，哦，啊嘛是拢爱去啊，啊结果将稻啊拢抠起来，哦，因为看袂出来啊，啊，我厝做实啦，啊所以就自然知影安怎抠皮啊，吼，啊这皮啊吼，甲稻啊。差不多稻啊大甲无论尺外2尺吼，1-2尺悬，拢差不多啊。啊，总是若较大丛一撮啦吼，就较好认。啊，因为这看起吼，你若要抠皮啊，看起规片当然拢是安尼吼，安尼稻啊安尼啦吼，总是有所在较乌一撮啦，较青绿一撮啦，吼，安尼。迄丛你着去甲看卖，啊，即个皮啊，伊着是规丛安尼，啊有肉诶所在，伊白白无毛，啊稻啊有毛，安尼，啊所以遐着会当认出来讲，啊，即个皮啊，通抠起来，啊，以前农夫吼，拢爱。除草吼，即马布田落啊，苗啊大丛起来，爱除草，将这杂草啦，甲伊除起来啊，互伊清气吼，互伊毋袂阁大丛。总是即马诶农业吼，即人工太贵啊，所以即马拢机械化，嘛无咧除草，啊无咧除草喷即落杀草剂，啊，为什物杀草剂，即杂草会死，啊稻也袂死？因为稻仔较大丛啊，稻仔较大丛较有抵抗力啊，所以袂死啊，啊，所以麦啊，吼，麦啊，啊是皮啊，吼，啊是稻啊，吼，拢是共款吼。伫细丛诶时阵，咱真恶认，总是都爱主人讲，互伊拢到大丛，时间到，才来收成，才来收成。咱伫教会内底侍奉，有时是伫咱诶信仰诶生活上，甲人诶接触，有时嘛会安尼情形，吼，因为个人诶经验。习惯啊是理念无共款，吼，所以有时个意见也无相同，吼，所以拢需要爱有理性的沟通，有疼心的容忍，吼，因为只有上帝知影人的意念，上帝是看人的内心，吼，毋是看人的外表。耶稣伫马太第7章就甲咱讲，咱毋好论断人，则免受论断。吼，毋通只有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无看见家己目睭中的影仔。
对人对事啊，毋通轻易判断，毋好伤早判断吼。伫雅各书第1章19、10、20节讲，总是恁各人着快快听，慢慢讲，慢慢受气，因为人会受气，未成就上帝的义。吼，啊，伫以弗所4章26节讲，受气毋通犯罪，毋通到日落，毋通互魔鬼留地步。伫哥林多前书听的诗篇吼，伫13章吼12节，伫遐有讲现今咱亲像对镜伫看，模模无明，吼，到时阵就面对面，吼，咱就知影。所以现时呢，咱有时无法度了解代志为什么会安尼，无法度了解事实，无法度了解上帝旨意。总是呢，就是亲像即个皮仔麦啊，爱暂时按下，吼，慢请扣起来，慢请振动，到有一日到收成的时阵，就知。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呢，咱只有就是顺服上帝，哦，只有求上帝来带领，只有3赦免、3容忍、3容忍，安尼，哦，安尼呢，来交托上帝，求上帝引带。所以咱着爱谨慎警醒啊！耶稣教咱着爱顺良，吼，爱灵巧亲像蛇，顺良亲像井啊！吼，啊，保罗甲咱讲，咱着爱用疼心讲诚实的话。后来发现讲，只有用疼心，真实将事实拢照实安尼讲的，安尼毋是好的办法啦。所以有哪爱阁有用智慧，爱讲智慧的话。吼，咱伫行天路的历程中间，都爱持守真理到最后。所以第2项就是讲暂时做伙成长到修行。第3就是讲起等候到修行的日子。这修行的日子，这日子就是上帝的日子，上帝的日子到。修行的日子到，就是上帝的日子到啦，哦，就是时机成熟的，上帝的时间到，哦，尤其伫即个旧约先知，常常对遮个群人咧讲，吼，甲因劝告，啊，恁着毋通怎样，啊，若无呢，上帝的时间到，恁就知，安尼。所以特别阿摩斯先知吼。真注重即个讲，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日子若到，审判就到。所以收割的时，就是上帝审判的日子到啦。主人要将即个皮啊、吼麦啊、皮啊，拢总扣起来，拢总收成，啊，将遮个麦啊，收成入去切仓，啊，将遮皮啊开开捆。放伫火里来烧，吼！义人伫天边国度，伫遐要享受主内面的快乐。皮啊，就是不义的歹人，最后受审判迄个刑罚痛苦是加倍切齿。所以修行的日子，就是上帝的大日子。大日子临到的时阵呢？人的生命是有限，人的生命到伫终点的时阵，迄嘛是上帝的日子，吼，嘛是上帝的日子，吼。所以，伫马太第24章13节，耶稣讲咱忍耐到落尾的，要得着救，吼。咱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忍耐，最后会得着救。诗篇126篇5节，流目屎野种的要欢喜来收割，迄个带种子流目屎出去的要欢欢喜喜带迄个五穀倒转来。
最近即个天主教罗马教廷啊，咱看新闻吼，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即个教廷要甲中共建交的准备，比别两个教廷任命的主教，都爱让位互共产政府所指定出来的主教，等于就是合法的，爱让互非法的啦。然后呢，搁承认，搁要承认，教廷要搁承认7个中国共产政府所指定的主教。这就是罗马教廷甲中国天主教教会70年来最大的代志，即个最大的改变，因为以前即个中国的天主教拢是教廷遐任命的，所以中共遐家己选出指定主教呢，教廷无要承认所以拢袂当建交。即马即个教廷内底有人有遮个讲第2号的人物啦伫遐伫咧努力望要甲中国建交的代志，就是伫即个主教任命主教的代志伫遐要妥协。即个香港有一个退休的主教，叫做陈日君主教啦，伊就为着即项代志，专程去到罗马去见教宗，来讲即项事，甲伊问即项事，问伊讲即个伫线头遐有一个教廷任命主教，伫要互人逼落台，都要换中共的搁伫别位搁一个安尼两个，伊问主教讲即项代志是毋是有即项代志安尼？即个陈主教伊有讲，即教宗有讲问即个有一个事件毋好搁发生啦迄项事件就是伫匈牙利有捺有迄个主教任命的主教总是受逼迫出国赶出国安尼互政府来代替听讲教宗有讲迄项代志毋通搁发生总是到底教宗是毋是知影即落代志是毋是继续即项代志到底教宗甲教廷迄个沟通是如何？教宗是毋是拢总知影遮个代志？所以即项代志还搁咧发展中还搁咧发展中所以有天主教的神父伫纽约遐一个神父又咧讲，即个教廷伤过天真伊毋知影即个中国的政治犯是天主教会，是包括基督教会嘛是受关闭受破坏，是讲拆失物件落来安尼是讲伫中国的即个国内即马伫北京遐也讲咧驱逐遮个极端人口安尼所以伊的真侪做法拢甲第2次大战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做法共款所以伊原后即个流亡伫美国的即个前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会友，伫纽约的所在伊形容这教廷甲中共政府建交是甲魔鬼三甲做伙所以教廷伊是强调讲为着教会利益，有的人就爱被要求牺牲教会为着教会利益来做即款的决定安尼这就一个问题啦
教会爱用福音，用信仰做重要，来决定，毋是为着教会利益，爱为着福音的缘故，报道讲中国有1200万的天主教徒，这可能是，毋知是包括即个正式的对面，即个叫做天主教爱国教会，甲地下教会，两项包括是毋是啊？总是咱看即个维基百科内底干那咧讲即个地下教会天主教徒就有1000万啊，就有1000万。所以即款代志若是真做事实即中国的天主教1000万的天主教徒会受中共产政府的试炼，安尼呢，中国天主教会的信徒以后到底有诶是皮啊，有诶是白啊，着拢人做伙分袂清啦。安尼只有就是等到升息诶时阵，上帝来收割。所以这项事是咧进行中啦，毋知将来的发展会如何，总是咱求上帝怜悯看顾，为着即个罗马教廷教宗祈祷，毋通为着教会利益，来违背信仰，来出卖信徒。即个世界，就是上帝所准备好的田、好的园，上帝将好的种子野伫园里，咱就是上帝所拣选好的种子野伫即个世界，所以咱着爱好好珍惜上帝对咱的拣选，来谨慎警醒，提防魔鬼野皮毋好互敌人魔鬼做工，来野皮来破坏。伫咱的生活、工作、侍奉的时阵即个皮就是讲这敌人歹的魔鬼，上帝做工，魔鬼也咧做工，所以咱着爱时时提防，伫有诶代志，咱抑阁无明白诶时阵，咱着只有交托上帝，忍耐，等待上帝诶判断，上帝诶日子。所以世上有真侪代志，咱无明白，总是咱知影上帝掌权，上帝掌权一切，上帝掌权世界，上帝诶日子若到，一切就明白。伫即个过程中，咱着求上帝帮咱，咱，赏赐咱气力，坚固咱的信心，互咱会通伫拄着困难的时，无落志，坚心决意，继续到落尾。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真主阮，你所创造的世界本是好的，总是因为撒旦的工作，人的软弱、地球、世界变做歹，主你的神通过阮来侍奉，来做你的工，求你帮助阮，互阮倚靠你，有气力，有智慧，有疼心，伫阮人生的过程、侍奉的过程，伫阮信仰的历程中，会通一心仰望你，到落尾，帮助阮，互阮会通成做你所忠实的仆人女婢，互你欢喜。
恳求感谢，靠这善名，阿门。